而家我想對37年前舅父嘅評論呢作出一啲回應嘅，因為舅父當時呢，只係用歷史故事書去理解聖經啊，對上帝嘅屬性都冇去深究嘅。但係呢，佢講過嘅中國人嘅信仰呢，就係屋企，就係家。而上帝呢，亦都同我講過，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再加上舅父喺臨死前3年呢，我係成日有發 email 俾佢㗎，同埋為佢祈禱啦。所以我深信呢，舅父而家係喺天堂嘅，同埋呢，他日我哋會喺天堂重聚嘅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。呢個係第一條呢，上帝帶應許嘅誡命。呢個頭先嗰句説話呢，係出自以弗所書6章2節，就係呢，第一條，上帝答應我哋，如果我哋孝順父母，佢就會有祝福，有賞賜俾我哋。上帝呢條誡命呢，係有賞有罰嘅，咒罵父母就係死罪，神嘅公義唔會改變，因為神嘅律法係唔會改變嘅。同時呢，上帝嘅慈愛亦都唔會改變嘅，佢嘅恩典都唔會改變嘅。佢賜下豐盛嘅恩典，耶穌基督嘅寶血成為咗我哋嘅贖罪祭。因為罪嘅工價乃是死，唯有神嘅恩賜喺我哋主耶穌基督裏邊呢，自有永生。呢個係出自羅馬書6章23節。我哋藉耶穌基督嘅愛子，佢嘅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佢豐富嘅恩典。以弗所書1章7節。所以今日我哋要紀念耶穌基督為37年前咒罵父母嘅逆子佢哋呢，甘願被釘死十字架上嚟